后来这个总统的民调，蔡英文是赢韩国瑜赢32%，是不是表示韩国瑜对民调的策略有效咯？蔡总统来回应讲，唔免去质疑无必要质疑的代志。另外，中国是不是有来介入到台湾的大选呢？蔡总统讲，这早都唔是新闻咯。 出席交通科技产业会议，总统蔡英文宣布，明年会提出政策白皮书，规划规条的建设经费。不过大选逼近，对手韩国瑜一直质疑民调失真，佮提出票投蔡英文的民调测量。结果最新的民调出来啊，果然超过历史上上大的32%。不需要去质疑一些不必要质疑的事情。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每一天在高雄里面专心高雄市政、回答议会问题的市长。另外，怕什么影响大选的风声是有够多。除了这个杨惠如涉嫌在网络顶面带风向，就像驻台办办事处处长之4被质疑是匿网军。我听讲中国涉台机构评估韩国瑜选情不利，将标准选后的国会影响选情。不过总统是老神在在。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应该不是新闻了哈。 那我们也要共同防治这个错假讯息或者是不当的介入台湾的选举的这些情况。积极甲产业界对谈，用咧配嘛，积极扭立委的选情，不管外界风声是安怎传，胜选是唯一的目标。